收睇每日焦點新聞。北京天安門廣場清晨舉行國慶升旗儀式，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早上6點鐘過後，96名國旗護衛隊隊員護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去到天安門廣場，而現場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升起5星紅旗，大批嘅民眾圍觀。而另外，朝中社報道話，北韓領袖金正恩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電，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76週年，並且重申將會同中方保持緊密嘅戰略溝通同埋合作。而金正恩喺賀電當中就話，無論國際局勢點樣變化，持續深化發展朝中友好關係，係朝鮮黨同埋政府一貫貫徹嘅立場。灣仔金紫荊廣場喺朝早8點鐘舉行升旗儀式，出席儀式嘅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伉儷、政府問責官員、行政會議成員、3名嘅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以及係社會賢達同埋制服團隊嘅成員等等。而護旗方隊護送國旗同埋區旗去到旗杆位置進行升旗儀式，現場奏唱國歌，全體嘉賓肅立，面向國旗同埋區旗，升起國旗同埋區旗之後，紀律部隊嘅直升機掛起國旗飛越金紫荊廣場，同場有消防船同埋喺海上噴水敬禮。升旗儀式結束之後，特區政府喺會展舉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為酒會主禮。佢致辭嘅時候就話，今年係14.5規劃收官之年，係15.5規劃謀篇佈局之年，亦都係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80週年，提醒大家既要銘記歷史，更加要展望未來。而李家超亦都表示，回望過去3/4個世紀，中華民族走過極不平凡嘅征程，中華民族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去到強起來嘅偉大飛躍。如今國家穩居世界第2大經濟體，係製造業第1大國，貨物貿易第1大國，國力強大，舉世矚目，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李家超又提到，特區政府會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績，發揮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獨特優勢，並且會着力做好3方面嘅工作。首先係統籌好安全同埋發展，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政府會不斷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機制，維護安全同埋推動發展，全力拼經濟、謀發展、搞建設。而特區政府亦都會全力去到辦好今年12月7號舉行嘅第8屆立法會選舉。近期哥倫比亞同埋美國嘅關係持續緊張，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嘅赴美簽證甚至亦都被美方吊銷。而南華早報喺10月1號注意到，就喺哥倫比亞快速疏遠美國之際，佩特羅下令撤換哥倫比亞駐中國大使館嘅外交官，並且指責佢哋破壞對華關係。當地時間9月30號，佩特羅喺對部長們嘅講話當中話：呢度有一個哥倫比亞外交部對於同中國交往感到羞恥，並且破壞哥中關係，所有呢啲人都必須要落台走人。巴士的報評論員 Anthony 同我哋講講詳細嘅情況。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就話，佢今年春季訪華嘅時候，駐華大使館嘅外交官員擅自更改咗佢嘅日程安排，並取消咗會議嘅活動。對於哥倫比亞駐華外交官員嘅行為，佩特羅嚴厲咁話：呢一啲同人性係無關，呢一啲係殖民主義。南華早報就指出，佩特羅呢一次撤換駐華大使館嘅外交官，發生喺哥倫比亞於今年5月加入中方「一帶一路」倡議之後，而呢一個決定係標誌着哥倫比亞打破咗幾十年以嚟對美國嘅順從。今年嘅5月12號。哥倫比亞總統府發布聲明就表示，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確認該國將會加入中國嘅共建「一帶一路」倡議。5月14號，佩特羅訪華期間
兩國元首咧係共同見證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哥倫比亞共和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嘅合作規劃。佩特羅咧當時喺簽署儀式上邊咧就話：呢一個咧改變咗我哋外交關係嘅歷史。從而家開始咧，哥倫比亞將會以平等同埋自由嘅方式與世界聯繫。而哥倫比亞外交部咧即係形容哥中兩國呢一次簽署嘅協議係歷史性嘅一步，將為哥倫比亞帶嚟投資、技術轉讓以及大型嘅建設項目。儘管喺哥倫比亞國內有部分人咧就擔心咁樣咧可能會危及哥美幾十億美元嘅貿易，但係對於佩特羅嚟講，與中國建立更緊密嘅聯繫，可以咧打破佢一直強調嘅哥倫比亞對美國嘅殖民依賴。特別咧係自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後，佩特羅咧係以條件不人道為由，拒絕接受美國遣返哥倫比亞移民嘅飛機以嚟，佢嘅措辭咧係變得更加之強硬。對此咧，特朗普實施咗報復，對哥倫比亞實施高達25% 嘅關稅，並威脅咧仲要加倍，同時咧吊銷咗佩特羅政府官員及其盟友嘅簽證。而佩特羅咧則亦都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並指責特朗普試圖咧支配哥倫比亞。上個禮拜，哥美兩國嘅呢一場爭端咧喺紐約升級，導火線咧係佩特羅喺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活動嘅期間嘅一系列嘅表態。喺當地時間9月23號，呢一位哥倫比亞首位左翼嘅總統喺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嘅首日，佢直指特朗普政府近期喺加勒比海域嘅致命襲擊係涉嫌犯罪，公開呼籲起訴包括特朗普在內嘅美國官員。喺當地時間嘅9月26號，佩特羅又現身紐約聯合國總部外嘅一場聲援巴勒斯坦示威嘅活動，敦促美國士兵違抗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命令。呢番言論迅速惹怒咗美方，美國國務院隨即以佩特羅敦促美國士兵不服從命令並煽動暴力為由，宣布吊銷其赴美嘅簽證。而喺巴爾嘅問題上，佩特羅亦一直直言不諱咁樣發出咗批評。喺2024年，佩特羅係指責以色列喺加沙地帶進行種族嘅屠殺，並宣布斷絕與以色列嘅外交關係。同年嘅8月，哥倫比亞作為以色列最大嘅煤炭供應國，就暫停對以色列出口煤炭，要求直至到以色列停止種族滅絕。上個禮拜喺參加聯合國大會活動嘅時候，佩特羅仲要求聯合國要組織維和部隊干預加沙衝突嘅問題。唔該晒 Anthony。就臨時開支法案，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未達成共識，參議院就延長聯邦撥款7星期嘅法案投票，獲得55票嘅支持，但係未達通過所需嘅60票。而參議院宣布休會，因為眾議院喺今個星期冇會議，而聯邦政府喺當地星期三嘅凌晨12:01嘅時候，即係本港時間喺今日10月1號嘅中午停擺成定局，而總統特朗普就揚言，如果政府陷入停擺，佢可能會宣布永久嘅削減開支措施，指責現時嘅局面係由民主黨人去到造成。不過參議院會喺當地時間星期三嘅早上復會，多數黨領袖圖恩就話，希望有足夠嘅民主黨人改變投票，以便盡快重新開會。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就估計，如果聯邦政府停擺，大概75萬名嘅聯邦政府僱員要放冇薪假。至於緊急服務人員，例如係邊境保衛、執法、航空管制、醫療等嘅界別，可能會暫時被拖欠薪金。
加沙衝突調解方之一嘅卡塔爾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日前提出嘅加沙和平方案，仍然有部分內容需要磋商。而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就話，美方提出嘅20點加沙和平方案比較似係一份嘅清單，而細節係有待商討。佢又呼籲衝突各方以建設性嘅態度看待和平方案，把握機會結束戰爭。以色列早前已經同意美方嘅加沙和平方案，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就未有確實嘅回應。穆罕默德就透露，哈馬斯已經承諾會研究方案嘅內容。菲律賓中部星期二晚發生咗6.9級地震，而路透社引述當地官員表示，增至最少22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地震發生喺當地時間星期二晚近10點鐘，震央位於蘇姆島同埋萊特島之間嘅海域，震源深度10公里。蘇姆省受災比較嚴重，當地一棟嘅公用大樓同埋一個體育場館喺地震當中倒塌，救援人員喺瓦礫之下尋獲多具嘅遺體。蘇姆省喺地震之後停電，唔少嘅民眾去到街上暫避。菲律賓當局發布海嘯預警，並且預計將會持續發生餘震，呼籲民眾遠離岸邊。南非駐法國大使姆泰特雅喺當地星期二被發現喺巴黎一間酒店嘅庭院身亡，懷疑從高處墮下。而巴黎檢察院調查發現，姆泰特雅預訂咗嘅事發酒店22樓嘅一間房間，而喺房內嘅窗戶安全裝置俾人用剪刀強行破壞，現場冇發現打鬥過嘅痕跡。而調查人員初步亦都排除意外或者第三方介入，但係強調現階段未有結論。姆泰特雅嘅妻子向調查人員表示，喺星期一嘅時候收到丈夫傳嚟嘅信息，內容懷疑係涉及自殘嘅傾向。佢後來報警指丈夫失蹤。58歲嘅姆泰特雅喺2023年12月被任命為南非駐法國大使。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就發聲明，對於姆泰特雅突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亦都向佢嘅家人致哀。國慶煙花匯演喺今晚舉行，康文署提醒市民喺欣賞煙花匯演嘅時候，需要保持地方清潔同埋愛護公物，而喺離開嘅時候，亦都要帶走攜嚟嘅物品，切勿遺留垃圾。預計香港文化中心廣場同埋尖沙咀海旁，以及係港島北海旁一帶人多擠迫，前往該處嘅市民就要特別小心，留意安全。解放軍海軍戚繼光艦同埋沂蒙山艦一連2日喺駐港部隊昂船洲軍營開放予已經預約登記嘅市民參觀。發展局局長甯漢豪以及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亦都有上軍艦參觀。甯漢豪表示，國慶日參觀軍艦感到特別開心，軍艦體現國家經過多年嘅艱苦，曾經被列強侵佔，而依家展現國力，感到十分之鼓舞同埋感恩，亦都希望大家為國家繁榮昌盛而努力。楊何蓓茵就表示，有機會登艦參觀感到高興，可以對於國家有更多嘅認識。佢話軍隊保家衛國，日常嘅訓練都非常之嚴格。上次山東艦訪港嘅時候，亦都曾經了解過，對於佢哋嘅工作有更多嘅認識，知道軍隊係如何保護國土。每日焦點新聞講到呢度。